来关心气候专家即马是表示讲，这两冬地球有可能会出现超过地球平均温度的高温，而且这几天不管是伫美国、印度，也是伫中国，拢是热翕翕的天气，各地头拢有发布高温的警示。美国加州的优胜美地嘛烦恼讲细的氧气惊会做大水，所以已经先甲3个路营区关起来啊。 美国加州优胜美地水墙气势惊人，总是吸引真侪游客来遮打卡。优胜美地位伫内华达山脉中部，因过天气渐渐变热，山顶会细氧气，水墙的水一直冲落来，因为烦恼造成大水，公园紧急关掉3个热门的路营区。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大水预警到19。 这个拜五之前拢爱注意，专家也警告，爱注意气候变迁所带来影响。Fast melting of snow can cause multiple issues. The biggest issue, in my opinion, is flooding. When the weather warms quickly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, that can cause snow melt in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, and that's not a good news. 美国西雅图就是温度欠91度，拍破同时期高温纪录。当地民众欢喜耍水，也毋过对地球暖化也有淡薄烦恼。 Kind of trying to roll with it, like with the way the Earth is going right now. There's not much I could do about it. How I feel about it, it's that's kind of disturbing a little bit. 印度小影侵蚀，也互人热到挡袂牢。西北部的气温高开始悬到40至44度之间。当地居民只会当加啉椰子水，还是出外行回线，避免家己着沙。 囡仔一直建议冰淇淋，小可热气，上海已经连2天气温超过30度，15的气温来到34.5度。中国几个主要城市已经发布高温预警，不过高温恐惊会造成供电截力，农作物受损，造成粮食继续起，通膨恶化，更较进一步威胁到中国解禁了后的经济复苏计划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。